对，就是我应该送花了，搞完应该送鲜花。这有些网络不好哎，确实在外边还卡了，在外边网络都不好。这个叫依然。依然舞蹈，然后这个是瑞瑞的专场。还有，要不把你放到车上算了。这个是他爸爸。哎，这我想把它放到车上算了。没事。他要撵路，他要。或者你放在这个里拍不用，他要叫。不是，我把它报了吧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在3楼，好像3楼找你去了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哇，好多人！欢迎啊，欢迎境外的小李。还有那个，还有一个叫他们。就是境外的那个叫叫他。境外的摄影师。到了9岁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就是老师他们要来，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给他们说了一下，就是因为站不下，教室就是有限。今天你看都这么多人了，我也很开心。然后老师们就是有些可能没有来，就因为站不下，他们就没有来。然后今天呢很开心，就是我的第1节课有这么多的人，有外地的，也有本地的这些学员、学生，还有以前就是跟我们一起的阿姨啊这些，很开心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然后就是先是龙丽阿姨，就是龙老师，然后是我爸，我请他们俩就是做我的这个说话的这种啊，代表我说话的，因为我说话不太好。还有一个就是龙丽阿姨的朋友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我们的老师白刚老师。白刚老师。怎么说到我了？怎么一下子说到我了？那白刚老师辛苦了。我讲啥呢？你的包包现在老师很匆忙。没有，因为这样啊，今天就突然之间呢，我们龙老师就说是今天的这个开业。然后刚才我说个那个细节啊，一个细节，就说一下他人自己的心里的一种感受和他的父母的一个感觉。刚才他们在那门口就在说啥呢？就说，哎呀，没想到来这么多的人，我们这个意思可能弄得不是很好。其实我在想，咱们都喜欢跳舞的，对吧？那我们一起去共舞才是最好的一起感。我们不是开酒店，我们不是开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不需要平起直感，我们不需要平起举杯，我们只要平起舞蹈，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。当然，今天我也听到很多来自远方的朋友，除了我自己啊，我也是非常朋友。然后呢，现在除了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以外，有了很多这样我们的多民族的人都喜欢我们藏族的锅庄、弦子、黑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我们藏族本土的文化。在此呢，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藏民，真的是非常的自豪，也非常的感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认可我们的一个文化，就是认可我们这一个民族。所以呢，今天第一个代表蕊蕊老师以及代表他的家人，还有龙老师，给在座的所有先说一声谢谢啊，感谢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今天更多的话不应该我来说，
就应该待会儿用你们的音乐，用你们的舞蹈去诉说你们对这个瑞瑞工作室的一种支持，一种帮助。同时呢，我也在想，你也应该用今天你的舞蹈去传递你自己心里对艺术的爱，也去传递你对在座的所有的每一个人的爱，应该这么去传递。我们的交流应该是舞蹈，对吧？啊，谢谢你们的。今天说，我也多不会说，首先真诚感谢大家，感谢瑞瑞开办的这一天你们的到来，真心感谢。龙老师也是没有准备的。那今天呢，确实特别开心。瑞瑞开这个工作室的话，哈，作为我来说，我真心的非常的开心，还是开心。因为怎么说呢，瑞瑞作为那个锅庄的新时代的传承人老师吧，新一代的，你看我们是应该说是比他们更老，不能说是老嘛，也不能说老，他们是新生力量，对吧？他们是新生力量。你看他们现在跳的锅庄，在我们看来，我们的锅庄是比较传统一点的，但是他们现在的锅庄呢，是结合了传统的和现代的锅庄，所以说我们在他们的身上以后呢，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，特别是经过这应该是2个月哈，瑞瑞他不但是就说舞跳得好。经过2个月的实践，他其实在那个教学上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这个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同学哈，已经在他的那个教室里面感受了他的那个非常严谨的，一个是非常严谨对舞蹈的认真执着，课堂上的严谨，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人家有句话叫说什么呢？良禽择木而栖。我相信同学们对瑞瑞的选择。对瑞瑞老师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哈，然后其他的我不多说哈，就像刚才白大老师说的，我们用舞蹈来传递这一份热爱，这一份热情，然后用舞蹈来对瑞瑞工作室的支持，同时也对我们波密舞艺工作室的支持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然后呢，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班的话，我就想着，就是把我自己怎么跳，然后把我自己的动作要领啊，然后让大家能得到一个就是从舞姿和舞感上就是得到一个提升，并不是说是你们把动作学会了就可以去跳，这个大家看视频大家都可以，因为现在发视频，我觉得发视频的人也很多，大家能学上动作都可以学上，但是动作的要领感觉这种就很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说，就是让自己的舞姿就是从根本上去得到一个提升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努力学，然后互相进步，互勉，这样子。这样吧，今天来了我就多说一点好吗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咱们锅庄的这样一个团队，因为呢我自己30几年一直在做文艺的创作，陈立龙老师跟我说过什么呢？就说，哎呀，白老师你别飘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接点地气。我真的是这样，因为还有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在我们成都很多地方，包括我们的西安，乃至北京的今天也有，对吧？我们每个地方现在都在跳我们藏族的锅庄或者弦子等等的，就很多朋友就问我，就说白老师，我们这个锅庄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弦子对不对？今天我可以这么说，你们可以告诉所有人，就是白老师说的，因为在文艺圈里我是最不要脸的那个。那我今天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所做的、所跳的每一个舞蹈都没有错，都是对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东西，我们要继承它的根，但是我们同样去发展，必须和现代的接轨，才能有它的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力量。所以呢，你们每一个人的跳的这个锅庄，你们所学到的锅庄弦的，它都是正确的，
美好的，因为舞蹈它本身很简单，就是用我们的形体去告别我们心里边的那一份快乐和那一份幸福感。所以只要你的舞蹈是漂亮的、美丽的，带给别人的是幸福感，那就是对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很多人纠结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过程，这个老师教的是对的吗？错的？那个角度教的对的吗？错的？”那如果要你们去学传统的锅庄，你们学2天就不想学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民族的一个特性的东西，锅庄的女孩子永远是半弯腰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艺术文化也应该有着它的提升和它的发展。所以呢，像现在的刚才龙老师说，新一代的像瑞瑞老师这样，自己创作了很多的舞蹈，他们的创作是有根本，是取得的、学到了最精华的民间的东西，然后再做一些发展。这样特别好，所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，不要去听别人说这个对不对，那个错不错。美的东西、好的东西、正能量的东西、积极向上的东西，都是最美的，好吧？像这个，因为今天有我爸妈，还有各位老师嘛，然后我们先让老师们展演一下。大家就是围成一个圈啊，就这样。是这样围圈。我们在中间吗？还是在这一块吧？在中间。我在中间拍嘛，在旁边。可以，没事，你怎么？好吧，好。网络不好了。网络不好。谢谢老师。我把狗过来。没事，不用，没事，都习惯了。我早就。我早就习惯包了1年多了。对，包了1年多了。他要给人演过，他。
好像会挑萝卜，你说老看，挑萝卜你。哎，你是小视频吗？你们跑去？没有，他跟我说了。专门跟你说。对。我之前就想到过来拍他，因为我之前想拍他的另外一个地方叫那次，他在北门那边。对的。但是后面就我说他随时可以去，对，他说他直接他是随时可以过来的，我一直没去。他开学喊我去陪他开学，我也没喊他就是去。工人，他是教小朋友的。我晓得他教小朋友，他好像在教城里教附近嘛。他们都去过，像北马啊，还有他们几个都去过。他们只是没跳舞的时候，他们就跑到这个地方跳。他们小朋友，他们就是开学，他是没有娃娃上课的时候，他们自己跳。哎，我都给我哭了。直播吗？直播也在直播，这个拍。这个北马老师吗？不是的，这个是农历。农历。哪个农？就是农啊。姓农的农啊，姓农的农啊，龙年的农。哦，龙年的龙，哦，农历。北历的历好像是。我不是我把它放车上，你想，他要算了，不对，我不知道，地下停车场没得事，我算了算，反正都习惯了。他又怕人，他是社恐，对，他社牛，社狗狗，他也是牛很人，淡定。他见过大车了。哎，对，他最多的时候这儿才好多人啊！一百个条狗狗都耍那个的，还有很多人都见过。这个是那个小龙三兄弟。你看牛，你跳舞啥子都晓得。因为新人嘛。
谁过来过？他不是，他不存在那个。你没见过？他不随便，早就习惯了，早就习惯了。抱他这样抱。就一般会，一般会，就是有点肉，他肚子下面有点肉。对对。不用，是你们跳舞要说。手关呀，我的家门口自己扭。网络不稳定这边。电话来了。
给我放。你先加，不用没事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我给你套上。我这样做了，都开了1年多了。他一个人。对。西安国有。有啊，还是很多啊。只是你们没有看到，但是我没看到的都这么多瘦的。他跳舞经常跳，肯定就很瘦。一般不跳舞的话，也就等不了1-2个月就要长10多斤。
因为我们在酒馆里面跳舞的有些女孩子，她说她回去到了阿坝州那些甘孜州回去2个月就长了11斤，然后到成都这边就一下就少了10斤。这狗狗叫什么名字？它欢乐的欢。欢欢哈。啊，欢乐的欢。它那个博美叫。对，博美。但是我们家那个熊熊没它乖，它凶人。就是有土耳其朋友，哦，对对对。他说就给楠楠看。哦，就是他戴口罩是他吗？对。这个是一个土耳其朋友。哦，对，我戴口罩。他是土耳其的。我的新发型。那个口罩上是新发型，今天戴帽子压腰。他因为他是在土耳其的那个朋友。哦，你把照片给楠楠看。他说给看那个土耳其那个朋友给，他有几个这个他截图他里面的那个，他应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可以说话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中国的手机号码，应该不能留言那种，不能说话，然后他随时就叫他截图嘛，让我给你发那些。他说这也有。现在我们学员就是一排站8个吧，可以站上吗？就是你的手要打开，保持你的动作要舒展。对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今天人好多，300块钱。今天人太多了。7个。好，后面我们间隔距离拉一下啊，我们拉一下。是的，很音乐，哪里的？我以为你要跳舞而已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大致的先来上一下啊。大家手能打开吗？我们试一下。对，我们拉开啊，拉开。这边是西安国中队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电话是，大家把手机关成静音啊，旁边周围不要说话了。我们先来基础的啊，基础的。先颤息啊，我们手叉腰。走下，
时候不要这样，不要往下，不要往下，是往上啊。你的身体往上走，是联动你的颤息往上走的啊。你们现在有点就是有点这种，是往上啊，往上走。走。这是在活动啊，活动你的膝盖，做3个，第3个，再做1个。走，小步子啊，往上走，看颤息，控制颤息，控制气息，抬头挺胸。大步子走，带你的胸腰啊，大家我喊一遍做啊。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带头和带胸腰啊，步子大家都会了是吧？现在我们带头带胸腰啊，然后走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，头，身体，胸腰，肩膀，脖子，注意啊，注意你们的形体管理。再来一遍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这边的时候还是一样的，去用你的腰啊，你的腰要用力，腰要发力啊，腰要发力，不要有很奇怪的啊，一定动作是舒展的，而且你的这个形体是必须是流畅、舒服、自然的啊。对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回正，先左啊，先左边。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颤息向上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现在我们带手啊，带手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形体刚刚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跟这个。但是你的手，大家的手型啊，一定要摆住。对，我们把手举起来啊，我们摆一下手型，不要有这样的，不要有这样的啊，一定是展开的。你的指尖用力啊，指尖用力。好，胳膊伸直，沉肩，不要这样。对，脖子拉长啊，背挺直，你的背是要从你的肌肉开始拉啊，背部肌肉。再拉，胳膊用力，再用力。好，放下。现在我们来一遍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
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这一点动作啊，大家来一遍，我看一下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现在我们一排一排来啊，一排一排。第一排准备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好，第一排我们休息一下啊，第二排准备。站不下是吧？哦，再认真做一下。好，准备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，不错啊，不错。好，第三排准备。他不会跳。站不下就错开一下啊，错开一下。好，准备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好，下一排啊，下一排，第四排。好，准备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这个手啊，手，1、2、3，停住。停住，你的脚停的同时，你的手也停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下一排啊。他耳朵，他耳朵反正。你看我的狗，我就不敢。准备啊，准备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可以让那个就这种小型的那种小型的，泰迪啊、博美啊那种，就这个小的就可以，长不大嘛。这养了多久？马上5年了。哎，明天就5年了吧？这个动作呢很简单，但是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它的颤息啊。大家的颤息一定要，你的手不对的话可以，但是你的颤息一定啊，这个在直播，看，这网络不好，一定是向上走的颤息，不要有咚咚，不要往下啊，不要往下咚，往上啊，往上，你的身体是往上，你的颤息把你的身体送上去的那种感觉。再来一遍啊，我们集体，准备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打开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就是去。你的手不要去超过你的头啊，就是不要去超过你的肩膀，平起就可以啊。我们再来一遍，4个8拍啊，准备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定要去感受颤息啊！还是没有颤息的这种。我们再合音乐啊，合一遍。
这就一般交几个小时。这个一般的话是1个半小时。早上的还有，但是你每天有几个班的嘛？对，几个班，一节课就是1个半小时。从早上几点钟到下午，晚上应该也有啊。就像说有很多班嘛，比如早上，有些其他上班那种，比如说开一天早上9点多10点钟就开门，然后到晚上8点或者是6点钟就关门了那种，应该是。他有分很多班。走，不动手。这楼上也是。看戏啊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感受，往上走。带身体带头走。看镜子啊，看镜子。好，大家自己来一遍啊，自己来一遍。对，前奏就是活动膝盖啊，前奏是活动膝盖。那像挺胸抬头再去做这个啊。这边1周2节课。少。走，不动手。对。带头啊，对。打手走。对，带头，身体。好一点啊，趁吸。对了啊，好。好，今天呢，给大家教这个悔之晚矣啊，悔之晚矣。可能有学过的是吧？有学过的啊。我们来今天的这个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就有颤息啊，还是有颤息的。我们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。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他这个里面来8、应该是2、全部是2、他是土耳其的，他一直说土耳其。 5、6、他7、不用其8。他语言，这个手啊，大每家次要翻从侧面译他翻译上去看。我发给我就2、发给我的连口翻译都是乱的。 4，是左右上啊，左右上，不是前后上啊。我们再来一他那遍。边的话是5、这个上面搭6、7，中文走还有，1、道旁边他搭还是土耳其， 3、他一直坚持4，你们的手型呢？他一直坚持手型都没了，一条纹都变成这样了。他跟我那你说胳膊怎么感觉显得很长说的话呢？我们对不对？翻译过来不一样，一定要把手型控制意住啊。思都不一样。你的整个身体都是要去注意的啊，要注意的。再来一遍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肩打开，背是直的啊，背是直的，不要有这样的啊，不要有1、2，你的头也要起来啊，头是扬起来的。再来一遍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对了啊，对了，大家来一遍啊，我看一下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
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是不是很累？都有人不能有这种声音啊，就这么一点点动作。一，我们下的时候上去之后控制住，慢慢的下来。大家后面我喊的节奏慢，大家的节奏都已经做不满了，做不满就开始变成这样。这个动作是1、2、3、4，音乐很慢啊，我们把音乐要做满。大家是就1、2、3，都开始这样了啊，一定要把音乐做满。我把节奏喊慢一点啊，大家要控制自己的手啊。你们在你们那个地方还有吧？就是好，应该准备啊有这个， 5、6、就是月日还要教学吧？ 1、在兰州。 2、就现在他现在这边先开， 4、5、这边学的人要多一些。 7、兰州那边总是先2、这边氛围还可以吧？成都这边。对氛围好，它不像我们那边氛围香味很乱一些。我们这边好，动作对都汉子来可以了啊。说，现在把更喜欢这手种一顺利的定要，伸直他这样学打的直啊，话，进步打直更快一点。不要有弯的啊，就弯一点点有弧度就可以，你不用说去这样，你这样做肯定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你再打得多就是这样就不好看，但是你伸直就是不一样，就感觉你就是被提起来了啊。甘孜州那边，他们跳舞的很少有人拍，只有成都这边。比如说搞其他街拍也是，成都人呢，这个走在全国前面嘛，就是对，这是很火。现在真的是这样。 7、8、这边信号好像不行了。你说这个网络嘛，对对，我就随时做断，随时断。 7，停，发这个视频到现在发不出去。然后我们做2个8拍之后，我们做下面的动作啊，准备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就叫发那个发。 5、6、7、8、2、好像日也有那个小狗啊， 4、5，他以前6、7，贵宾嘛以前，我不是他以前养的。 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转1、2、3，再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，我们就来这一点动作啊，就来这一点动作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再来啊，直接从这个打开的这个地方啊，打开的这个地方反正就是。 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。有些是工作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。这个是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。记动作啊，要记动作。国外的平台。准备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转，1、2、3、基本上读大学都会用吧。就是这个。好，大家自己来一遍啊，就这个。来一遍。对他们肯定会看。如果对化妆舞对这个感兴趣的话，有直播的一般都知道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。大家的脚底下不对，转的时候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了点转，1、2、3。点踩，然后直接转过来啊！大家没有这样的，1、2、3，不要有啊！它是1、2、3，最后是落在左脚上的啊，落在左脚上。对，抖音一般就是人家都发短视频那些都是抖音发的，再发国外的，因为它这个 APP 功能很少，它不像我们抖音，它的功能很多，也会加字幕啊，加音乐些。就这个软件它很少，非常少。对，这边好一点啊，我们大家再来一遍啊，仔细看我的脚啊，把脚要踩对。再来一遍啊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3、2、3、4、5、
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。脚底下一定要对啊！现在我要求你们把手转的时候伸直转啊！现在可能是不是伸不直，因为会打到旁边的是吧？就是那就搓一下啊，搓一下，尽量把手打开啊！一定，我现在要求就是你们把手打直就可以了啊！做这个动作，准备啊！5、6、7，走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。这边的8、1、2、3，就来这一点点，1、2、3。看啊，这个从下往上起啊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对自己感觉一下啊，感觉一下，1、2、3，然后开始拉啊。我们再来一遍啊，大家就是尽力而为啊，尽力而为做这个动作就可以。准备啊，5、6、7，走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2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，对，这边好一点啊。哦呦，大家自己来一遍啊，来一遍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喝口水啊，再来一遍。5、6、7，走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现在已经习惯看2、跳舞了。2、3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，好一点啊，好一点。我们休息一下啊，然后再开始。学的真虫虫，我们先找谁的包？哦，我这个小包子。来，今天要不要带花儿？你们要不要带花花呀？哎呀，照的不错，让你看得够，好吧？让我看得够，照的不错，咔咔咔。好多人有说的，我看你我觉得你，你是我的手，我们都拍得很像。往这边站，这边好一点。我这衣服比较亮，来这个，他自己不了解了。宝姐这样。这个没有反光。放上一样的嘛。往回下，这个拍。